台南市交通局最近伫台南市美术馆的旅馆要设 U-Bike 2.0的站，也毋过煞互发现讲使用路边原本行道树的空间，也毋过即马交通局嘛表示讲会来保留行道树的空间，改变设站的方式。台南市美术馆二馆边仔的人行道，原本应该是种几排的路树，毋过最近涂骹扫真侪所在用阿毛土空起来，原地种树仔的空间敢若剩1公尺宽。去互环境志工投诉，这是无尊重生命的示范，是上歹的环境教育。站点设置啊，不应该设置在这些绿色的空间、绿色这树木生长的空间哦，尤其像现在在极端气候之下，这些空间啊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是透水透气，然后又可以减缓城市的热岛效应。如果它已经刚开始没有预留的话，那你后来要用的话，那我会觉得说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再去处理？这个所在因为台南市交通局做公共自行车 U-Bike 2.0站点的工程去用质疑。台南市交通局回应讲，已经有邀请相关的单位会勘，目前这个站点会按规定保留种树仔的空间，袂影响树仔的生长。所来买铺连锁砖仔来护管，袂影响整体的景观。经过馆方的同意，而且租用闲置的这个空地来设置这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站。那对于植栽的部分，我们有保留必要的这个树穴的这个宽度，在整体上不会影响到整体的美观。公共自行车站点的设置，原底是要减少使用私人的运具，达到责任减碳、促进观光的目的。不过，环境志工认为讲，若是为了这来牺牲树仔的生长，破坏环境，根本是代志颠倒操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